各位評判先生，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係700人一班嘅李林賢，愛來同大家講也是雜圖嘅故事。按子說，中了嘅早晨，阿文古嘅阿公看見屋面前嘅頭番松樹，樹當紅嘅番松打到結結。阿公想到阿文古親好食番松，故所夾夾徛起天花打本孫呢。阿公講，阿文古阿公同講一個好消息，阿公屋面前嘅番松熟嘅。阿文古講，聖經咯，行好那，我親好食番松呢。阿公又講，我摘好番松，下晝將時差嘅送去台北本唔啲屋卡等等，莫出去了哦。阿文古聽到有番松好食，心度歡喜到耐唔得，唔過想到阿公按老誒，下愛按辛苦摘番松，又按辛苦時差誒來。阿文古同阿公講，阿公，今晡日拄好了日，我同阿爸阿妹轉去種下了好咧，按呢唔就唔是按辛苦。我妹做得自家摘番松。阿文古轉到阿公屋卡，看到番松樹當吊頂動到嘅番松，太傷心。行好那，我愛摘番松。阿公拿竹竿教阿文古樣板摘番松，阿文古當家就學會了一家人，鄉下摘番松當歡喜。阿文古講，阿公下禮拜我下愛轉來了。我講述咧，承蒙大家。